今天主包只是想進行天當隻鼠鼠，順便解個3×3任務。但是前幾分鐘還在打架，怎麼現在全錄了？這類主包好害怕，只能一步一步摸，順便吃點垃圾。總裁這時候響槍了，主包也放開腳步吃起來。主包想說當隻老鼠拉個閘，沒注意有人已經提前拉好另一個。接應已出發，到撤離點等待撤離。這邊才進拉下去是不是？太狠了吧！這時聽到腳步聲在外面，主包想打個鼠號嘗試跟大佬取得連接。發現敵人！我盯着了。比賽結果已經很明顯了。去那兒看看。這裡感謝大佬的投餵。這時的風衣還很警惕主包，應該沒少被鼠鼠背刺。他們全部清楚是不是？此刻主包還想討好風衣大哥，卻被露拿大指叫去吃飯了。太好吃了！主包從未在航天吃過這麼好吃的飯，真的好好吃啊！對，哇！這時大佬們已經跑到撤離點，煙幕覆蓋。想有另一隊來搶閘了。接應預計1分鐘後到達，耐心等待。作為鼠鼠沒有戰鬥力的主包我，為了不被波及到戰火，只能找地方躲起來了。這裡已經沒有槍聲，但還有密小樹的閃。我知大佬們都沒能撐下來，於是打鼠號給新的一隊，投放過主包。部分撤離點已關閉，要做什麼就趁現在。還是沒能切掉，只能去度望一下大佬。這類主包不要臉的在吃大佬的遺體，我只能說真香。大哥，我對不起你們，我沒有好好救你，我好對不起的死你們，好嚇我。這時的航天很安靜，且主包也不想放棄背包，就去做了飛升。侦测到哈斯克火箭正在降落，開始執行飛升者行動。
闪电31，启动火控雷达，确保吸引所有人的注意。程序上传进程已开始。大佬死了，住巴注意也開心不起侦测到多個哈布特空中信號前往發射場，堅守陣地，確認包裹上路，歡迎回家。感謝看到這裏，記得給個關注，住巴會努力轉精華的。大哥，我很對不起你，但是好香哦。跟父母还有在我被暴力，可我还是得